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17节到第19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8到22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1节到第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感谢与祷告。礼拜天，到新泰长老教会参加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我们教会总共出了1辆游览车，还有福音车，我自己也开车前往。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去，对于停车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下了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之后，一路上往教会的方向走，有看到零星的几个路边停车位，但是因为距离教会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还是持续的往前行。但是后来发现，越靠近教会，这个路边的停车位就越少。后来就只看到机车停车位了，就没有汽车的停车位。正在思考说要转到其他的道路去寻找停车位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一个标示新庄演艺厅中心有地下停车场，但是入口的电子告示牌上面写着1，而且限高2公尺就会非常高兴我跟牧师娘就心存感恩的就开到地下停车场去了，并且出来之后回头一看，我们要去的新泰长老教会约略就在距离80公尺近的地方。真是感谢上帝的带领与保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说起了那个笑话：律师找停车位，就是说他祈求上帝帮他预备一个停车位，好让他可以办理事情顺利。可是，一旦他找到了停车位之后，他马上又祷告说：“哎呦，上帝啊，不用了，我自己找到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顺利都是自己的功劳，在只有缺乏的时候才会祷告吗？圣经时常的提醒我们要凡事感恩，要常常赞美。在真实的生活中要随时赞美。感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要出口抱怨以及批评却是好像是非常容易的基督徒就如一般人一样，我们要学习时常的感恩跟赞美，因为只有这样的生命品质才能够使人更亲近上帝。即使在遇到困难的境况，基督徒也要懂得感恩跟赞美，这样的生命会带来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的本质，也能够使人得到医治。我们都知道大卫很想要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但是上帝并不允许他这么做。昨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读过了，上帝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当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民所走过的地方，
我何曾向一位以色列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为何不帮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大卫并没有因此生气气馁，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来跟上帝生气，他反而以祷告与颂赞来回应上帝的拒绝。大卫说，圣经的记载，大卫王进入圣幕，到了上主的面前，坐下来祷告。他说，至高的上主啊，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的不配得，我的家族也不配。可是至高的上主啊，你赐给我那么多，甚至应许在未来的岁月要恩待我的子孙。至高的上主啊，难道这是人所常见的事吗？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这样做是出于你的旨意。你做了这一切大事，为要教导我。至高的上主啊，你是多么伟大，没有人能跟你相比，我们一向都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大卫非常清楚，上帝所赏赐他的恩典是他不配得的，即便是上帝主惹那他建筑圣殿的计划，他仍然对上帝献上赞美与感谢。以色列人总是以选民自居，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渐渐的不懂得献上赞美与感恩，因为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保罗在加拉太书提醒我们，所谓的继承，虽然能够拥有财富，但它永远是一个恩典。虽然保罗在针对救恩的方向来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也提醒了世人的你我，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将遗产当成当然之财，而不懂得感恩。我们原都是不配的。保罗在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书信这样提到说，还有继承人虽然是所有财产的主人，但是在未成年时却跟奴仆没有分别。在他年幼的时候，有人照顾他，替他管理业务，等候他父亲所定的日子到了。同样的，在灵性尚未成熟的时候，我们也是受宇宙间所谓的星宿之灵支配。但是时机成熟了，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由女子所生，且活在法律之下，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使我们能够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有了这样的福分，称上帝为父。但是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就差遣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呼叫我的父，阿爸，我的父。也因此，基督徒应当要愿意献上感恩，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命的境况，我们都要愿意来献上感恩。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17到19节。以色列的牧者，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求你垂听我们，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求你发出光，在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求你彰显你的大能，求你来救我们。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你不满你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给我们喝一大杯的泪水。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求你庇护你所坚持的国家，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绝对不再背离你。求你让我们存活，我们就颂赞你。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感谢主，每一天都保守带领，恳求主继续看顾赐福，使我们无论经历风险或困境，都有平安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